那我祝龙总兄弟姊妹恭喜新年快樂，萬事如意，年年有餘，上帝祝福大家。那我嘅聖經講出呢個腓立比4:4節，時常是個開心快樂。假日呢嘅講龍總兄弟姊妹啲是個時常開心快樂。但係呢，因為就出呢個耶西亞46:4，上帝講我本係佢，永遠我就係呢個上帝。到那個他那麼拍，我把你我照顧你，我保佑你。嗱，因為上帝照顧自家，上帝保佑自家，到自家他那麼拍去照顧自家，所以自家係信任耶穌基督係自家嘅上帝，自家係親近嘅，自家係親密嘅上帝去照顧自家，到他那麼拍。表示嚟講，佢唔識幫喺自家，唔識講摩擦自家，時常要照顧自家，時常要祝福自家平安快樂，亦都係最大嘅快樂，最大嘅喜樂，而個人嘅喜樂，個快樂比自家個人嘅快樂。嗱，所以自家係仰望上帝，阿門。